2023特别结束啊，回顾2023年人为的灾难，上届受国际上注意的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。哈马斯伫一场以色列的音乐会顶头向发动轰炸，白走平民。以色列开始报复，这场战争拍甲打，国际上对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对当前转做反感。因那战争嘛拍袂收煞，伫过程中，俄罗斯的佣兵组织瓦格纳兵变了后，因的头人普里戈金尾也是杀回人机死亡。因那伫即阵，非洲阁有真侪国家是发生军事政变，3冬来已经有7个国家，嘛互非洲成做全世界上界无稳定的所在。 2023年10月7號透早，巴勒斯坦的武裝團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射5000粒火箭，佮直接衝入去以色列南部攻擊一般的民眾，造成至少1400幾個人死亡。而且哈馬斯佮掠走240幾個人做人質，手段非常殘忍。以色列第二天馬上宣戰，開始伫加沙走廊展開激烈的報復。 以色列逐天發動空襲，無論是病院、難民營，攏變成攻擊的目標。到2023年年底，加沙走廊已經有超過2萬個巴勒斯坦人死亡，是當地50年來史上上界嚴重的一擺衝突。雖然兩邊伫11月底捌暫時停火4天，嘛互相交換一寡人質，但是隨時又閣繼續相戰。以色列為着要消滅哈馬斯，完全無顧一般巴勒斯坦民眾的死活。 國際社會出現愈來愈多反對以色列聲援巴勒斯坦的聲音，但是就算是聯合國出面要求以色列停戰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依然是態度打甲正硬。אנחנו לא נ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עד שנשלים את כל יעדיה, השלמת חיסול החמאס ושחרור כל חטופינו. 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爭，2023年進入第2冬，戰事並無重大突破甲進展。不過，喺戰爭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羅西亞瓦格納傭兵集團，竟然喺6月23號發動兵變，戰車直接開入去羅西亞南方軍區，佔領規個市區。好在喺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的協調之下，這場兵變才短短1天就結束。 但是，在兵變發生2個月了後，瓦格納集團領導人普里戈金卻向發生意外，伊所坐的私人飛機落落來，普里戈金當場慘死。互大家看到伊反背羅西亞總統普丁的下場，就是安尼。因為對烏克蘭發動戰爭，互真濟國家感受到羅西亞的威脅，芬蘭甲瑞典都改變過去保持中立的立場，決定加入去北約組織。芬蘭喺2023年4月變作北約第31個會員國，瑞典受到土耳其甲匈牙利的反對，申請案也未過關，明年應該就會當順利加入去北約。但是因為戰爭已經拖2冬啊，美國甲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力量漸漸地減弱。 美國共和黨的議員喺國會將拜登總統要援助烏克蘭的預算動落來，歐盟要援助烏克蘭的500億歐元，嘛因為匈牙利的反對無法度過關。戰爭若是繼續拖到明年年底，萬一美國是共和黨的川普當選總統，對烏克蘭來講，恐驚會更加不利。 2023年7月2日，非洲國家尼日的軍人發動政變，將總統壓起來，關在總統府內面。1個月了後，另外一個非洲國家加蓬嘛發生政變，才拄佇選舉當中選贏要連任的總統，同款互軍方壓起來關。Avons décidé de défendre la paix en mettant fin au régime en place. 事實上，自2020年以來，非洲已經有7個國家發生軍事政變，其中6個攏是以早法國的殖民地。真濟民眾唔但支持軍方的政變，佮要求法國的勢力要退出因的國家。在民眾強烈的抗議之下，法國宣布將因派佇尼日的軍隊攏總退出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羅西亞的瓦格納集團佇非洲的勢力卻是愈來愈強。中國嘛是直直想要把手伸入去非洲。軍事專家認為，非洲的政變會閣繼續發生，真有可能會變成中東以外全球後一個局勢非常無穩定的地區。記者甘明恩編譯。